来看新北市长高虹安上任满100日，昨伫市府举办记者会，报告施政的成果。不过新北市议会民进党团是批评高虹安就任了后是一直咧抢功劳，拢无看到建设的成果。100天，从交通改善、区域共好。 记者会一开始放上新北市长高虹安上任100天以来的成果，针对一份网络媒体民调显示，民众对高虹安施政满意度来到60%，其中对新竹棒球场的处理方式，有56%的市民感觉满意。 他对于这个市民的肯定都是保持着非常的感谢，但是我们绝对也不能够因此，因为这毕竟只是一开始的100天，我们还有好多个100天要继续努力。我想这些努力的过程都会是我们对于市民的肯定最好的一个说明。不过新北市民进党团是批评，高虹安一方面是将过去建设功劳揽在家己的身躯顶，一方面搁乌白野钱，增加市府支出，却完全看不到实质的政策。撒币 来扩充非法定社福的津贴，像是冻卵补助等，每一年算一算破亿的公帑支出，却没有坚实的政策研究基础根据。 奉劝高虹安市长，身为地方首长，务必要务实踏实，倾听地方基层的声音，而不要好大喜功，老是收割前朝的政绩功劳。另外，新竹棒球场的草皮4月要全面扩大开学，高虹安表示，相关会议参工程进度目前都在进行，未来若有重要的时间点，会向外界报告。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。